正大安倍晋三研究中心今仔日成立，总统赖清德亲身到场，致辞的是讲到目前中国扩展武力，台湾会当享受和平，拢是因为有安倍晋三。请揭牌。 在日本已经过身的首相安倍晋三面谈这一日，安倍朝会特别来台湾，甲总统赖清德共同为正大安倍晋三研究中心揭牌，两人握手揽做伙互动热烈。安倍朝会讲起先生目屎流落来。主人も喜んでいると思いますし、心から感謝を申し上げます。私も、その一億を狙えるようにこれからも、尽力を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し、日本と台湾の関係をこれからも大事に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ので。安倍晋三伫即卖日本政坛有望备受影响力，一直间首相日本人选高市早苗被认为是延续安倍路线。安倍朝会虽然无表态支持什么人，暗过透露希望女性做首相。いつかは女性も日本の首相誕生してもらいたいなとは思っています。それは日本だけではなくてどこの国。 外总统致辞进前，先向安倍相片鞠躬展现敬意，佮推崇安倍晋三是非常远见的政治家。因为伫中国武力扩张之下，台湾即马应享受和平，爱归功安倍晋三。在川普总统第一次当选尚未就任之前，他就特别飞到美国找川普总统，详细跟他做简报，说明这一个印太未来可能的发展。所以，我们面对中国武力的扩张，今天 没有看到炮火，能够享受宁静和平，这要归功于安倍晋三前首相的高瞻远瞩。另外，新加坡总理王顺在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时，表达对台海可能爆发冲突的忧虑，认为阻止中国单方面用武力改变现状的时阵，也防止台湾寻求独立，才别卡到中国红线。 总统怎么看黄群才说台独是北京红线中的红线？台湾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民主价值，抵御威权主义的扩张与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这些都是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区域以及全球的共同利益。记者综合报道。